咱若想要学台语吼，推荐大家用即个网站啦吼，即个找台语书店吼。你网络找即个吼，网址是遮吼，网址顶悬遮都有啊吼。内底伊会当伊的界面吼，伊的 interface 会当用汉字罗马字的 interface 吼界面吼。嘛会当用全白话字的吼，你看遮的所有的选项，伊的说明拢是选项说明拢是用白话字吼。嘛会当用 English 吼，英文的吼，你若是台文你较看无，你嘛无想要看中文的时阵，你会当经英语吼，嘛会当日语吼。后来我知影讲即马有袂少人啊，像我家己嘛是安尼，我的手机啊、电脑、我的 Facebook、我的社交媒体、我的电脑，基本上我甲所有的设定就是 default， 就是你一个拍开，伊就是使用英语，英语基本上就是对我来讲，我的想法是讲，我就是正做练习看英语，就是我的头壳伫阅读、伫使用一个系统的时阵，我基本上拢是用英语去思考，因为日语我无遐尼够，所以日语我是看有顾一个字，也是讲就是数啦，数我小可会晓，迄个基本上我卡那我是看有会晓念，毋过意思我都无遐够，无学到遐济，所以。真有可能会摇毋着吼。大部分时间我是用摇一寡是看日本戏剧豆豆吸收迄个语序安怎使用，基本的使用啦。所以我看英语对我来讲较简单，所以我就直接我甲我所有使用的电子系统，我所有网络的系统使用的系统全部拢经英语，安尼互我就毋免我靠中文才通生活安尼，因为英文的界面甲白话字的界面，基本上看起来对我来讲拢是共款的，都是拢罗马字，对我来讲，这就变做是一个惯势。我规个人拢惯势罗马字，我袂惊，我就是拢会使，就是这是一种这是一个是实践啦过来就是讲，互家己豆豆伫生活当中惯势罗马字的，就是惯势你的文字就是用罗马字去过生活，这是一种互大家参考啦。你嘛会当安尼使用，嘛会当安尼去做这无讲一定安怎，就是看你方便，重点是你爱有迄个意识，讲就是我无要做一个我靠中国话才会当生活的台湾人。好这推荐大家即个找台语书店啦，线顶书店若准讲咱感觉即个对啊，后壁这有中文这毋免加讲啦好，就是讲准讲你使用了，你感觉即个网站足好用，是安怎好用咧？系统就是你看，伊遮有偌济意思，找台语的即个下骹遮还有写讲总词数90万词，内底有写讲就是遮有收集啥物款类型的偌济字数拢有写伫遮清清楚楚，总共有90万词啦。90万词是啥物概念？就是教育部的几万词尔，教育部的书店线顶书店有几万词尔啦这袂笔记的若准你要学台语，要学较好的较以早有咧讲的台语词，你绝对是爱来看遮。你干那看教育部绝对无够教育部迄几万词，有的人甲我讲，教育部迄内底有图啦，阁有语音啦。歹势，迄落啥？你语音，你是毋是你应该去找真正的人讲互你听，甲你对谈，甲你对话？虽然讲即个机会真少，毋过你去做即件代志，基本上都是咧探台语啊。一个是你家己练习，一个是你去找会晓讲的人去甲伊问，还是袂晓的人，你无你去问足侪人的时阵，迄个过程当中。
你嘛会引发你嘛会去激到人伊开始思考讲，这台语不要怎讲啊？伊嘛会去探问，所以你探问5个人就好啊。迄5个人内底，可能4个人袂晓，1个人会晓。迄4个人嘛会去想讲，对呢，啊，这到底要安怎讲？无咧开伊个去问4个人，甚至伊去问10个人，啊，甚至是拄好伊是咧做 YouTuber， 啊，伊就讲，我甲你讲，我今日学着一个新的台语词，安怎，伊就开始讲，啊，这传出去，迄影效是足大的，所以莫去。莫看无你家己咧做即件代志，讲莫安怎讲，莫看家己无点，还是讲莫看代志无点，因为你去问即件代志本身就咧看代志啊，迄实际上去找人讲话，去听去讲，因为迄代志咱代志实在是有够济无共的腔口，有诶所在讲安尼，有诶所在。讲我无听过，我另外讲一种讲法，所以佫有迄落啥，佫有腔口差，无共所在的腔口拢有可能是完全无共，还是讲有了啊前差，关格调无共，还是讲变调无共。你愈去探问，愈知影愈济了，第一项，即个行为基本上咧拖代志，过来就是你家己本身会知影讲要安怎去。理解即个语言的款式，台语甲中国话绝对是无共的，完全无共，概念无共，声音无共，使用方式无共，甚至是未来咱要建立一个标准化，即个语言甲中文的概念完全拢无，咱毋免有一个统一的讲法，你去看欧洲。敢若英语就好，伊有偌济腔口；德语有几啊种腔口；法语无共所在，无共的庄头，因为法语的发音甚至是词，有可能拢会无共。所以你若真正要诚做台湾人，就是你爱去认捌讲即个语言到底伊的款式生做啥物款，伊的使用，伊的表达，无共所在的人安怎去使用。这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咱毋免去研究中文、中国话，互中国人去研究就好啊。你若要研究中国话，你一定爱去中国遐，就是14亿人，就是无共的管市无共的讲法，佫有啥物普通话、北京话啊，毋知啥物广东话，还是啥物福建话，还是啥物四川话，还是啥物山东话，迄其实有影无咱地带啦。若准你是战后才来遐中国人，其实你要去研究这嘛毋是啥物问题，无人会甲你禁止。大学内底有中文系，你去遐内底学嘛，你去建议遐教授开遐无共省的中国的无共省的腔口的课，迄就是中文内底的无共的腔口，你会当去做研究啊，你会当去开即种课啊。建议迄学校去开即种课，这完全无问题，这是学术性的研究，我感觉这对你要研究中文的人，其实这是应该爱做的，但你爱去吹杀迄。毋过你莫要求所有台湾人拢甲恁共款，拢爱讲即种话啦。我感觉即种都是中文沙文主义，中国话沙文主义就是安尼。这事实上，这个社会即马就是安尼。对其他的咱的本土的母语，拢甲人当做讲你这行厝内才讲，学校以内毋免讲，政府机关内底免讲。请你说国语好吗？真济单位，毋管是私人的公家的，咱定下咧讲台语的时阵，甲因用台语甲因计较的时阵，定下拄着这种状况啦。所以咱应该爱愈来愈甲咱的重点，咱的规个生活转做来用咱的母语。安尼这是真正的台湾人啊！若无。你一个中国人，你去到全世界所有国家，你当然是先讲你家己的中国的母语嘛。你去到遐，你学迄个语言了，你甲恁共款迄族的人，共款中国人，恁当然拢是讲中国话，这正常嘛。台湾人去到国外，去到美国，去到欧洲，咱会晓讲的就是先讲英语，看卖敢会讲会通。若袂通，我就学遐语言。毋过我倒来厝诶，教我共乡诶
吼，咱就是讲台湾话啊，系啊。啊，若准你讲中国人甲你讲，哎呀，我们是两岸一家亲，咱们都是一家人啊。想要甲你一家人，头壳歹哦，系啊。好，好，讲到这个，看甲就横气。好啊，这个找台语书店吼，咱若用了吼，有介意啦吼，感觉讲真正这有够好用的，绝对爱甲你赞助一下啊吼。赞助就是饲即个网站下骹吼，我这先用汉咯吼，找台语是用即个记忆吼，台湾加什么专案记忆伫放的吼，100%民间的做迄个资金吼，独立运作。啊，若是你感觉使用了感觉足好用吼，想要甲咱支持吼，拢欢迎你遮甲点落吼，也是遮即个寄付支持吼。好，点入来了就看你要用倒一款的方案吼，会当用这逐个月155块，逐个月310块，吼620块，还是讲1500块，吼。也是讲即款的做一摆赞助顶悬即几个是逐个月固定会靠你的迄落为你的信用卡会当固定捐款啊，还有即种做一摆捐的啦，就是讲你可能你收费无讲介济你有算无讲介济，会当做一摆捐啊后壁就先无安尼嘿。有即种几啊个方案啦吼，那么请大家就是来斗支持斗応援啦，因为遮尔好的工具吼，真侪伫学校内底教的先生，伊拢讲伊甲学生用拢是用到会无迄套，毋知影讲找台语啊，这真正就需要大家斗吹哨。为什么要斗吹哨？毋是为着咱家己要趁钱啦，当然趁钱。有钱会当经营，会当维持即个网站，其实即个计划足要紧。毋过，咱的重点是，你若要学台语，你就要学较好的啊，敢毋是？你要学英语，你敢是要学迄款迄种，就是讲较大班，讲起来较大班啊，讲起来人听有，毋若是听有以外，你阁会当讲一寡较深的学问，还是讲？你咧讲好食的物件的时阵，你敢无想要搁较好的形容词，较幼的形容词？像中文迄种做食食的节目，因咧讲好食的时阵，迄个讲甲偌好食，拄偌好食。毋过事实上你去食的时阵，敢真正有安尼？因有遮尔济词会当去形容，会当讲到安尼，喙甲全泡是安怎台语，咱无要去学即种语词来讲，佫会当替换，对无？你要学较好的，你当然爱找词库资料库内底较济词，互你会当用无共的敲吹方式，拢会当找到无共的词类似的意思，了有精差毋过你会当咧使用的时阵会当替换的，就是语言来学到安尼，才真正是你会当讲水的语言安尼，敢毋是？所以咱找台语书店有遮尔济语词会当互你找，甚至会当找甲日本时代进前都有的语词，安尼咱敢无需要来甲支持，对无？好，这